短短一礼拜内，全台湾大停电2届，台电这回承认咯，讲就是送电不足，也就是搁加上讲吼，这个台塑的卖了厂的3号机，并无按照着计划来送电，这结果是引来着国民党立委的炮轰，讲这个卖了机组税收的时程都也未结束咧，讲这个台电根本就是咧讲白贼，甲责任撒互别人，更加点名着经济部前后任的部长沈明珍、王美花，甲这个台电的董事长杨伟虎都爱落台负责。 昨暗时，全台各一摆分区停电，一礼拜内发生2摆。台电这摆讲供电能力不足，国讲台塑卖了3号机啊，无照计划供电，引起南洋立委批评。麦寮的基础还在年度维修，根本没有办法上线，公然说谎，恶意栽赃台塑麦寮电厂。从沈荣金到现在的经济部长王美花，到台电的董事长。 确实落实您的承诺，不要缺电。立委讲应该检讨台电被专用良率的计算机制。每一个发电机组它的升载效率不同，台电当初在排修的时候就应该要好好来进行规划，还是说我们的机组真的就是不够用？ 总统蔡英文伫面册讲，对沿岸部分地区临时暂停供电，我真失礼，大家拢真歹接受。短时间内2摆停电，我嘛真歹接受。连连杨立委拢要求台电讲清楚。台电现在应该找出理由，找出问题，而不是用一些解释。这些解释没有人听得下去，请台电面对自己的错误。民进党前主席杜英泰嘛伫面册质疑行政院第3天然气接收站的外推政策。 讲加150亿算真贵，搁推2年半，搁算啥？疫情继续欠悬，搁拄着停电的问题，毋但为828真爱海草打公投带来变数，恐惊嘛会互民众对执政党产生信心危机。